粵語有本事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傾偈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傾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QING 可以揾到，而個偈字輸入 KAI 可以揾到。呢個詞喺莊子除無鬼裏邊就有出現啦。原句係苟以夫，莫以真人之言傾偈吾君之則乎。意思呢就係講已經好耐都冇人啊喺君王身邊好真誠咁樣同佢講笑啦。所以呢傾偈呢本意呢係講笑，後來就泛指交談咁解。我哋可以咁樣造句，大家幾年冇見咯，今次呢要好好傾下偈。你哋 get 到未呢？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